對於家族來講，香火唔只係一種傳統，更係一條連接生死、過去同未來的橋樑。而骨灰龕就係呢條橋樑中間最重要的一部分。隨住年齡增長，每個人都會諗到點樣可以為自己、為家人留下一個安穩嘅後盾。而骨灰龕唔單止係為亡者提供一個安放之地，更係一個為家族延續香火、傳承福氣的地方。有啲人會問，咁骨灰龕唔只係一個安放遺體嘅地方啫？其實骨灰龕嘅真正作用唔係存放一個人嘅遺物，而係為亡者積福，為家族種下善因，傳遞家族的信仰和力量。道經有講，香火不絕，則陰陽相通。當家族每一代都保持香火，先人嘅庇佑就唔會消失，反而會隨着每一代嘅供奉，每一盞香火將福報、善因延續落去。每一次誦經，每一段祭文，都係為家族積累功德，為後人祈福，為已故的親人送上祝福，亦為生者提供指引和庇佑。當家族的香火繼續，每一代都會感受到先人嘅守護，無論經歷幾多變遷，都唔會忘記最初嘅根，最初嘅傳承。所以骨灰龕唔單止係安放亡者的地方，佢係家族信仰的延續，係對先人最真摯的敬意，係對未來世代最深切的祝福。